今日嚟到天后站，帶大家參觀大坑嘅 Coho。由天后站嘅 A1 出口過對面紅綠燈，沿住一直走，帶大家去大坑嗰邊。大坑呢一邊環境非常幽靜，附近又有中央圖書館、維多利亞公園。由天后地鐵站大約行5分鐘就嚟到書館街，而直望高高呢一棟就係 Coho 啦。現在介紹 Coho 呢個單位係低層嘅 A 室，實用面積316尺，戶型係1房單位。我哋而家參觀下呢個單位。呢一個單位客飯廳長方形，木紋地板配白色牆身。單位裏邊係開放式嘅廚房。設備齊全。我哋行出嚟露台呢邊睇一個單位嘅景觀。露台相當大，好闊落。對面就係大坑嗰啲住宅大廈，而呢一邊就係行向銅鑼灣嘅方向。大概行5至10分鐘就可以行到去 Sogo 㗎啦。由於對面嘅大廈嘅樓高唔係好高，所以都仲睇到藍色嘅天空。所以室內都非常光猛，你睇返一啲都唔覺得暗。我哋而家入嚟參觀下房間同埋洗手間。房間正方形，相當大嘅空間，可以放到雙人床。而房間裏邊另外都有一個細嘅露台。